这是的嘞，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特别推出的达赖喇嘛尊者的4大人生使命系列讲座节目。在2020年，藏人行政中央第15届噶夏和全体西藏人民，为了感谢达赖喇嘛尊者在过去的85年里孜孜不倦地为西藏乃至世界和平做出的伟大贡献，将2020年至2021年定为感恩达赖喇嘛尊者年。作为该活动的一部分，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将举办为期1周的视讯讲座活动，邀请藏传佛教各教派的高僧大德、藏人行政中央的领导人、世界各国的著名佛教学者、教授和佛教团体的代表，以及华人学者和专家，介绍达赖喇嘛尊者的4项主要人生使命，即推动人类一体性的信念，促进宗教间的和谐，保护西藏的文化、宗教和生态环境，以及复兴古印度智慧等。这4大使命反映了达赖喇嘛尊者毕生的信念和努力，通过向年轻一代灌输希望，来创造一个更加和平、宽容和理性的世界。那么在第2期的节目里，来自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李友潭教授、达赖喇嘛尊者的首席华语翻译蒋扬仁钦博士，以及澳洲布里斯班汉藏青年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孔德一和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教授夏明先生将进行讲座。2011年3月11日，在特殊的因缘之下，笔者有幸在达兰萨拉获得尊者达赖喇嘛的接见并开示，这乃是笔者这一生最大的荣幸与福报。归来后，随时体验到来自达兰萨拉的4道光芒照耀过来，那就是生态、道德、宗教与文化4大光芒。这4大光芒正指引着未来人类所最需要的明灯。今天在这里获邀发表后疫情时代的人类发展论文，自感荣幸，但也诚惶诚恐。以下分6大部分来陈述我的浅见。1、前言。自2020年初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爆发开始，人类社会的运作及发展受到相当深远的影响。尽管它可能不是人类史上造成最严重死亡人数的传染病，但却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契机，进而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习惯，例如社交方式、饮食习惯、休闲娱乐与产业形态等等。疫情能未彻底平息，当前世界各国仍在面对病毒所带来的威胁，但与此同时，如何调试并学习经验，找出更适合人类发展的道路。所谓后疫情时代的人类发展，无疑已成为当前各界关注的焦点。2、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肆虐之下，全球民主发展概况。2020年，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肆虐情况之下，总部位于美国的自由之家刚发布了一份封锁下的民主专题报告。该报告明确指出，此次疫情加剧了近14年来的全球自由表现下降的趋势，
尤其是在那些本身就属于民主表现能待加强以及对自由高度压制的国家。换言之，在疫情的影响下，反而进一步限缩了那些防止政府权力滥用的相关机制。显而易见的后果就是，以防堵疫情的扩散与危害为由，有些国家的官员和安全部门实施了针对一般平民的暴力行为，在逾越了原本法律所给予的权限之外，对人民进行了包括限制住居乃至拘捕等措施，严重侵害了人民所应拥有的自由。根据自由之家的调查结果，至少有59个国家确实出现上述情形的证据，而大多数的暴力行为发生在自由程度较低的区域，也就是部分自由或者不自由的国家。可见疫情使得权力滥用的情况恶化了。除了权力的滥用，疫情同时也造成了原本就处于社会少数或弱势的群体或社群更加边缘化的问题。例如，有些人就发现，由于疫情的爆发，部分少数族群或宗教团体被借此施加了更多的限制，使其相对于其他群体来说必须承担更大的风险。例如，在报告中就指出，在英国，媒体揭露黑人和亚裔的居留率相对而言比白人的群体更高。不过也有亮点的存在，像是有些国家在疫情期间授予尚未取得公民身份的移民临时公民权，使其能够享有政府所提供的某些公共服务。这种临时性的包容措施被认为有利于在疫情过后实现更大的社会平等，亦有助于在往后面对类似公共危机时的处理。另外一个观察面向则是有关于政府运作及相关资讯的透明度。报告中提到，许多专家学者都认为，许多国家领导人无论民主与否，都未能在这个议题上对人民坦诚，可能隐瞒了一些关键讯息。因此，政府的透明度与病毒发展的相关资讯揭露应该是最重要的一环。要改善这种情况，需要更多对政府的监督与施加对透明度要求的压力。故有关于媒体与出版亦是一项重要观察面向。遗憾的是，多数国家都因为疫情的关系，在相关资讯的报道上面进行限制与审查。更严重的是，在言论自由与批评政府作为方面的管控。有受访者表述，在谈论医疗工作问题时，可能遭受警告，被迫道歉并撤回。对于关心全球民主发展现况的人来说，这确实值得我们警惕，因为媒体与言论自由乃是民主核心价值的一部分，且唯有保障这些自由，才是评估政府做法的最有效工具。至于作为反映民主精神表征的选举活动，在2020年1至8月期间，有9个国家的大选与地方选举受到影响。尽管面对疫情做出调整无可厚非，但许多遭受批评，被认为政府无法在兼顾健康安全的考量下及时安排新的选举，或者说过于仓促而导致程序不够完备，未能符合民主标准。但事实上，只要有适当的规划和资源，
应当就能顺利推行选举活动。报告中以韩国和纽西兰作为正面表列，并指出疫情不能被视为民主无限期推迟的借口。的确，也许将来人类还会面临其他的公共危机，但民主应持续运作，才能够建立起更具有自我调试能力的机制，同时维持对人民自由权利的保障。最后，尽管疫情确实对全球人民带来自由程度的压制与倒退，但许多人正想方设法克服这个困境。例如，借由网络平台的串联与资讯共享来建立伙伴关系，以进一步反抗政府的胁迫。报告认为，我们必须确保政府无法达成借由面对疫情的威胁而必须建立更新、更强大统治机构的要求，以避免疫情对全球自由产生永久性的损害。报告为此提出了几点建议，包括确保紧急措施皆是可克责、合适且有时间限制的，提供线上工作的技术支持与培训，确保自由与独立的媒体发展，且人民可以获取以事实为基础的资讯，支持重视公共卫生的自由、公正选举，提供紧急资金，以维系民主和人权组织的日常运作，辩论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在发生时予以谴责以及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在因应疫情流行的工作中对抗贪腐，这些建议笔者大多给予相当的肯定。在因应疫情流行的工作中对抗贪腐，这些建议确实值得大家重视。如何维护本国人民的既有权利优先，又能兼顾守卫人权无国罪的理想，这应该是当代世界各国面对的难题。因此，笔者认为某些自由之家测量自由的指标牵涉价值判断与道德判断的两难问题，仍有待商榷。3. 看不见的病毒会不会压垮巨大的恐龙？自由之家的报告已经明确点出，在疫情之下，政府对人民自由的压制，其中又以本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威权国家为甚。目前被认为是病毒源头的中国更是如此。笔者曾对这个情况做过观察，这主要是基于其集权专制的本质，那就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了避免人民在资讯充分流通传递的状态下，过多的理解进而反对共产党，动摇其统治的合法性，因而强化了在疫情当中对人民的管控措施。中国政府有意控制，甚至刻意隐瞒、压制疫情真实状况的代价，就是为了巩固其政权，却使得全球其他国家的人民承担不必要的风险与后果。根据最新一份有关于网络自由度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无与伦比的，结合高科技手段，使其成为在网络自由方面最严重的滥权者。由于中国长期封锁来自国外的网络服务技术，以便对进入中国的数据进行全面监控和过滤，导致其已经连续6年在网络自由度方面的表现垫底，也就是最后面一名。而在因应疫情的背景下，阻止个人自由、独立分享相关资讯，以避免对官方说法挑战，进而管理新冠肺炎的爆发情形，
这就造成了过去被认为是共产党追求的所谓数位威权主义产生常态化的趋势。然而，尽管中国政府为了在面对疫情冲击时能够维系统治的稳定，采取不少管控策略，这看不见的病毒仍然很有可能压垮巨大的恐龙。一方面，疫情一开始的隐瞒，除了涉及中共集权专制本质外，还牵涉其内部的权力斗争。有人分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官员的怠政、懒惰、消极抗命，甚至故意捣乱、坐等习近平出事的心态所造成的。这是由于权力集中相对应的是责任的集中，倘若处理不当，或许就意味着有望动摇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权力运作体系。因为很可能中共内部也未必全部都愿意接受他的领导，只是在疫情的推波助澜下，就让中国内部出现民变、兵变及政变的可能性增加。另一方面，这次的疫情发展使美国从原先战略竞争对手转而将中共视为挑战世界自由民主秩序的对手。虽然双方阵营之间本就有摩擦，但这次事件增强了这个效果，甚至扩散到其他原先采取中立策略的国家，主要归因于疫情对世界各国造成的重大损失。经济学人智库多次提出评估，2020年的全球经济活动，无论供给或需求，皆有较高程度的萎缩，甚至与全球金融危机相比来说更加严重的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早就提出预警，新冠肺炎疫情将引发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现象。而连接到在疫情初期中国的舆论控制，让世界各国减少了1到2个月的黄金应对时间，这使得除了疫情本身造成的必然损失，人员、物资以及金融方面，世界更看见了中国政府的统治模式，让疫情产生更多的不必要危害，从而有可能加入或加大对抗集权专制。在这样的内忧外患的情况之下，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已经因为此次疫情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由于目前事件仍在发展中，加上中共的维稳力度不断持续强化，以及过去中国对公民社会的压制，要经由中国人民自发性地迫使中共政权退让的时机可能还不够成熟。但在世界各国都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之下，若中国持续推卸责任，未来难免受到更大的究责，让西方社会更加认识中国给全球自由秩序带来的威胁，进而强化民主自由阵营对集权专制阵营的围堵。这样一来，可能使得中共政权真的会迫于压力而进行改革，或许甚至于因而导致集权专制政体的垮台。4. 从自由主义到生态主义，疫情对全球人类社会的冲击，除了最直接的生命与财产损失，也让我们正视在集权专制的政治制度下可能产生的恶果。但除此之外，无人也应该借机思考人类的发展模式是否有需要做出调整。过去笔者研究当代民主理论，自然是自由主义为人类发展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但在对自由的讨论中强调对个人自由的绝对维护，尤其是单纯的涉及层面，可毕竟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并未充分考量到对外部环境的影响。近来人类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
并大力提倡永续发展的概念。不过，这仍是在以人类为核心的框架内，对人类生存基础的自然环境虽有一定的重视，但是否应该给予更多关注呢？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个值得反思的例子。若先排除可能的人为因素，病毒转变为在人类间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很可能就是人类对野生动物的滥捕所造成的。更何况，在全球持续面对生态危机、全球暖化、能源浩劫与人口爆炸威胁等大环境底下，许多问题一直层出不穷。因此，笔者认为，是时候该思考人的自由与不侵害自然生态平衡为限的生态主义逻辑，并将之作为人类发展途径的修正依据。生态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主张自然为一整体，蕴含人类及非人类的生物，甚至于是非生物的世界。换言之，追求正是人类本身的非中心化。不过，与此同时，生态主义也将焦点摆在对人类社会关系的关切、人类社会的合理安排，以及良善生活理念的提倡等等。参照过去人类发展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目前强调经济、环境与社会三者平衡关系的永续发展，纳入生态主义的价值观就会是强调环境为最广泛、最基本的面向，其次是关系到生活品质的社会面向，最后才是经济发展。如果将时间退回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若人民以生态主义为发展的核心价值，其中一项最重要的理念就是尊重野生动植物的生存权，而不是要将它们都变成家禽、家畜、宠物、农作物或者食物。那么，会否这次疫情就不会出现？曾有专家推测，为什么野生动物的病毒会进到人类社会？可能是有人想吃这些野生动物，因此接触而让病毒进到身体里面。故为了避免这种从别的物种传染到人类，我们还是要尊重大自然的秩序，尽量不要去搅动野生动物的生活环境，让自然界保持和谐的状况。这是预防未来有新的病毒在我们人类产生的一个相当重要去思考的地方。已经发生的事情当然无法改变，但无人可以从经验中学习，避免将来再次发生同样的公共危机，让人类发展再次陷入严重的困顿。五、尊者的开示，人类一体。早在2016年，尊者与日内瓦在谈论人类的未来时，就表示，当前世界上的问题和不安是信心造成的，而这是由于人类的基本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所致。因此，如果我们的未来致力于创造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势必需要将善良和世俗伦理导入我们的教育体制之中。尊者指出，气候变化和全球经济的跌宕起伏，为全人类带来重大影响。气候变化和全球经济问题并不受限于国界，仅是聚焦在诸如种族、宗教、国籍和性别这些我们之间的次级差异，只会让我们陷进我们和他们的分别。而这样的分别心很容易成为冲突的基础。尊者并强调，如果我们认知人类的一体性，并把对方视为自己的兄弟姐妹，那么便可以克服潜藏的暴力。而
而在疫情仍然肆虐的当下，尊者达赖喇嘛9月于佛教与回教的对话中开示：这世界上所有生物为了生存都会有为他人着想的态度。人和鸟类一样都是群居动物，能够生存下去是依赖其所在社区的成员才有办法做到的。今天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想要幸福的生活、快乐的生活，而且我们也有权利去拥有幸福快乐的生活。然而我们有过多的人为灾难，让我们做不到、得不到幸福的生活、快乐的生活。这些人为灾难不是来自别的，而是来自于人类。今天我们遭遇诸多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产物。这就是今天现实的层面，也就是人类确实制造许多问题，唯一的解除方式就是回到最原始的层次，也就是我们都是相同的人，我们都是群居动物，我们从出生起，为了我们能够继续维持我们的生命，我们必须要有慈悲心、相互尊重的品质。因此，慈悲与爱心是我们生存的关键。所有的主流宗教知道，人类最高的品质就是慈悲与爱心。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主流宗教都强调慈悲与爱的重要性。这是显而易见能够清楚了解的事实。为了能够知道慈悲与爱心的价值观，主流宗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哲学立场，但所有的宗教都传递了非暴力与慈悲的信息。而在接受一位利比亚小姑娘提问，现在很多流亡难民正受到新冠病毒的重创，这些人在战争和健康的危机中，身心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根据你自身难民的经验，您建议这些难民如何在精神上帮助自己时，尊者是这样回答的：根据我的经验，70亿人一体性的概念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离开了我的家乡，来到印度之后，我来到了人类另外一个社区。当然，正印之间有另外的关联，因为人类一体性的概念，无论我去欧洲，那里有不同的肤色，鼻子大小也有所不同，但在精神的层面上，我们都是相同的。心灵的层次虽受到文化不同的影响，但基本上整体都是一样的。人类一体性的概念是很重要的，无论你去哪里，一定都要坚持这样的理念。到了哪里，都是属于人类的地方。如果我们藏人将焦点摆在我们藏人，我们是与众不同的民族，我们来到其他人的家乡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会那么舒适，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自己的家园。来到其他人的国家，佛教的术语说到有情，都如同母亲般，所有众生，所有人类都是如同母亲般的有情众生。这种思维对我而言非常重要，它会帮助人类一体性概念的建立。虽然我们之间有不同的差异，但这是表象上的差异而已。到了更深层的层面，我们都是一样的。2011年3月11日，笔者亲自到达达兰萨拉，获得尊者的开示，并带领念诵佛经，皈依三宝。但直到最近，笔者才了解所谓皈依僧的意思。尊者曾经说道，僧宝像个社团，如1年级学生，不会以正面的态度向10年级、12年级、15年级的学生竞争，而同班同学之间却会有正向的竞争。竞争有2种，破坏性的或负面性的竞争。为了让自己成为第一，造成困难给他人，这是破坏性竞争。
这是不好的。正向的竞争是跟他人一样，你也想变成最顶尖的，即便是同班同学也能帮他们一起成为最好的。这种竞争感是正向的，应以这种方式归于生宝。事实上，尊者不断地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他对教育最大的批判就是当代教育过度强调物质价值，往往在进行对下一代的智能教育时，忽略了要同时陶冶内心，及致力于培养其慈悲的本性。而尊者也提过，受过高等教育并坐拥庞大财富并非值得羡慕的事，只有当一个人拥有温暖善良的心的时，这些优点的存在才有价值。反之，当我们对物质给予过多关注，却忽略内在价值时，即便有杰出的科技，也会造成毁灭性的伤害。这就是缺乏道德原则的结果，更是缺乏尊重他人的性命及权利所导致。这些尊者的说法都点出了人类教育模式必须修正的重要性。最后，我们看到笔者在2020年，也就是今年的11月25日，爱因斯坦论坛中，在德国的爱因斯坦以活学、科学与慈悲为主题的对话过程中，再次提出人类70亿人皆是一体的信念，并说明所有主流宗教皆强调爱与慈悲的重要性，而唯有保持内心的平静，才能看清楚真相，减少愤怒，认清人类一体的事实，达成世界和平。当有人问到美国现在有非常严重的分裂现象，如何疗愈已经分裂的美国灵魂，如何让我们能够团结起来时，尊者的回答是：现代的教育必须要健全，急需要加入许多的元素，那就是让我们下一代知道慈悲的价值。加入这一元素之后，就可以了解与他人攀比和自我竞争是不一样的。自我竞争是需要的，是正面的、建设性的，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但与他人的攀比和竞争是不需要的。为了自己的成功，想把别人拉下水，这是错误的，这是破坏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提到人类是一体的信念，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人类需要在这同样的星球相互共存，因此我们需要秉持人类皆是一体的理念。科学家也看到我们都是群居动物，因而更需要懂得尊重我们所在社区的成员。一个只想到自己的人，更容易愤怒，更容易恐慌。思想更加开放的人，即便遇到所谓的仇敌，仍然可以透过视其为最好的老师。仇敌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因为我们一些很深层的修炼，像宽恕等，只能透过仇敌这位老师获得真正的慈悲。要能够延伸对自己仇敌的慈悲，才是真正的慈悲。如果爱与慈悲只能延伸到亲朋好友的话，那叫做贪婪或者占有欲，并非真正的慈悲。所以当自己觉得有爱与慈悲的时候，可以透过仇敌来做测试。如果对仇敌产生对像亲朋好友相同态度的话，那心中所拥有慈悲才是真正的慈悲。如果心中所拥有的慈悲无法接受仇敌这个测验的话，那叫占有欲和贪婪。所以说，仇敌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尊者这段开示对于笔者的亲身经验来说，具有非常大的意义。那就是
将特意想要诽谤自己的敌人当作逆行菩萨来对待，久而久之，这个敌人也就会变成最好的菩萨了。6. 结语。依据自由之家的评比内容显示，全球自由度的整体表现从2005年开始逐步倒退。这个情况恰巧反映了中国威权或集权专制的崛起，两者息息相关。然而，今年突然爆发并改变人类生活的所谓新冠病毒，也有人称呼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纵然其发生原因还不清楚，但隐瞒疫情、扩散疫情、甩锅疫情的责任，集权专制的中共政治体制责无旁贷。至今为止，感染确诊人数已经超过5700万，死亡人数则超过130万。且北半球进入冬季，疫情似乎不仅会减缓，还有扩张的趋势。随着美国总统大选如火如荼地举行过程，竟然连川普总统都感染了新冠病毒，加上之前英国首相强生染疫后死里逃生，各国救责中共的声音不断出现。美国组建印太自由民主联盟，美国、日本、印度、澳洲，其中围堵并对抗中共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原来，探讨中共民主化原因中缺少的因素已经补上，那就是受到外来势力新政策改变的影响，加上中共内部斗争趋向于激烈。原来铁板一块的中共集权专制政权是否会发生改变，应是许多人普遍关心的议题。但无人更关心的是，中国若启动民主化，是否可以和平稳定的变迁，走向自由主义是民主的道路。然而，新冠疫情的冲击对人类社会的改变，更值得思考的就是现行资本主义模式是否可以永续。尊者早就提过，现实状况是资本主义中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模式确实损耗了大量自然资源。尽管目前人类已经为环境保护做出了许多努力，但问题的根源是如何看待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发展逻辑。倘若一直不改变，那成果终究有限。资本主义在创造财富、改善人民物质条件上效果是毋庸置疑的，但却不足以成为任何社会的理想概念，因为它唯利是图，缺乏任何道德方面的准则。解决之道在于采取一种经济正义的方式，在尊重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也要顾及对弱势的关怀。也就是说，在赚钱向资本主义者的同时，花钱就应该向社会主义者。这是尊者的看法。不过，尊者亦从这次疫情中体会到一件更积极、更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在过去人民过分强调了我的那块大陆、我的国家、我的宗教，现在这种想法已经过时。现在我们真的需要70亿人类有一种同一性。如果能够做到这点，无论是这次疫情也好，或是更严重的全球暖化气候问题，人类都有可能联合起来解决。这时候我们发现，不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主义价值观，特别留意到东方宗教的影响，像是印度教、道教与佛教，特别是禅宗，一再宣扬世界所有事物的一体性。在环保运动中，有许多人都被东方宗教所吸引，认为它既是含蕴生态智慧的哲学，也是鼓励我们去爱人类、各种生命及大自然的一种生活方式。而著有《小即是美》
Small is beautiful 一书的舒马赫，早就攻击了传统的经济思维，认为它只是为了成长而追求成长。那这样的价值观就是与自然分离，是不可取的。他提倡所谓的佛教经济学，此即意味适当生活原则与传统的最大效用满足式的生活明显不同。这些观点我们都可以重新回到尊者的智慧中找到答案，那就是21世纪人类最需要的美德——节制。正因为地球自然资源有限，如果每个人都希望享有舒适的现代生活方式，那地球环境在持续遭到侵蚀、破坏的情况下，将无法继续维持平衡。换言之，当前所谓已开发国家的现代生活所带来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故所有人都必须节制自己的欲望。当我们看到疫情发生以后，伴随着人类大量移动的足迹减少，反而给予动植物更多生活空间，自然生态环境的复苏时，或许更说明了人类未来的发展，正是取决于地球上每个人节制美德的发挥。这种节制美德发挥，我们可以在尊者于最近，也就是今年的2020年11月25日爱因斯坦论坛中看到，当有位来自圣彼得堡大学的教授问道：当今世界充满苦难，我们人类继续生育孩子是正确的吗？尊者是这样回答的：确实，人口增加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要更务实的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星球的食物资源是有限的，还有全球暖化的问题也是非常严峻。在数十年后，许多的河流将有可能会干枯，所以我们更要完整的、全面的角度去看待这些事情，包括人口剧增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会造成资源的短缺，所以控制生育说不定也是一个方式。总之，我们要透过全面的分析来做判断，才能做务实的决策。说不定还有一个很好的方式，那就是更多人去出家吧，那就可以节制生育了，哈哈哈哈。谢谢。你好，我是江仁清。继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的首要使命，推动且提升人类的价值观后，尊者的第二大使命就是推动宗教之间的和谐相处。这也是今日我要与诸位分享的内容。根据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2015年的报告，大约在73亿人口之中，约有12亿人并无宗教信仰，而61亿人有宗教信仰。因此，在当今极易分裂的社会中，不同宗教之间的和谐显得更为重要。历史上的宗教战争事件，如在征服运动，亦称为复国运动、复地运动，公元718年至1492年间，西欧基督教各国逐渐战胜，最终收复西班牙南部伊斯兰莫尔人政权的运动，还有著名的十字军东征，公元1096年至1291年间，以及近20年前及2001年的911事件，也是由伊斯兰的激进分子以圣战为理由对美国发动的战争。直到今天，中东内部的伊斯兰什叶派与伊斯兰逊尼派之间的冲突仍然不断。试问，如果61亿的宗教信徒们彼此相互之间无法建立和平的话，世界和平岂能建立？恐怕世界和平只能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促进世界和平的主因虽多，如
促进现代教育健全化，提升全人类的价值观、宗教之间的和谐相处等。但是可以确定的是，61亿的宗教信徒之间如果不能和睦相处，世界和平便只能是个白日梦，不可能实现。问题是，宗教和谐是可以达成的梦想吗？是的，是可以达成的。宗教和谐绝非口号。达赖喇嘛尊者常说，印度就是最好的典范。印度内虽有少数的宗教冲突事件也曾发生，但整体而言，世界的主流宗教，像是超过3000年历史的印度本土宗教印度教和佛教，以及外来的宗教如基督宗教、伊斯兰、犹太教，甚至是源于波斯的索罗亚斯德教，虽然该教只有10万余人居住于孟买，周遭围绕着上百万的其他教徒，但却能在印度的这个国家里安心居住，不曾恐慌。达赖喇嘛尊者又接着说，在印度未曾听过伊斯兰什叶派与伊斯兰逊尼派之间有过冲突，但在其他的中东国家，如阿富汗、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等国，却常年苦于伊斯兰什叶派与伊斯兰逊尼派的不同名称，即便拜着相同的可兰经，而且相同的每日膜拜5次，却未停止相互之间的杀戮。为此，达赖喇嘛尊者大声呼吁印度的回教徒们应该长期举办具有国际标准的伊斯兰什叶派与伊斯兰逊尼派之间的互动大会，且要邀请来自中东各国的伊斯兰教徒。尊者深信，只有彼此相互的深互认知，才能减缓对彼此之间的猜忌及敌意。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尊者也衷心期盼印度政府当局应当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时常举办主流宗教之间的互动大会，促进世界各派的宗教和谐。毕竟，印度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等众多优势。印度的这般伟大盛举，绝对能够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章节中，写下突破性的历史一页，帮助世界和平。Like Ladakhis, the majority of the Ladakhi people, Buddhist. At the same time, some Muslims also there. You see, the Indian Muslim should take more active role to promote dialogue or discussion with Buddhists and Muslim, as I already mentioned. So I'm looking forward. In India, I think international level religious conference from time to time, I think should take place. Not just some function, not that way. Serious discussion, very useful. Okay. And if question whether there is God creator or not, that's beyond our knowledge. And impossible to study about God's mind. But we only concern about mind of human being. So I really seriously thinking more sort of conference
in India, I think really worthwhile, relevant. Yes, thank you. 人类与动物都想要离苦得乐，但人类不同于动物的最大差异是这颗睿智的人脑。只要填饱虎豹的肚子，即便是再凶猛的虎豹，也不会无故伤害其他生物。但人类不同，光是填饱肚子不能满足人类，更因为这颗人脑被愤怒所操控时所带来的伤害，居然是凶猛虎豹的上千亿倍，且会造成大规模的毁灭，终止人类社会的延续。而且往往这些毁灭者都是高知识分子。这不是说人类不需要智慧，而是要我们以关怀和慈悲去预防，避免将智慧成为愤怒的工具。此时关怀和慈悲心显得格外重要。此故达赖喇嘛尊者说过，动物世界中没有宗教，宗教只能是人类的宗教。的确，关怀和慈悲不仅对安稳人类的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注意，也是促进每人能够维持内在平静的最大因素，更是人类的品格中最佳人格。因为关怀和慈悲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极为重要，因此所有的主流宗教都一致传递了关怀、慈悲、爱他、尊重、满足、宽恕、自律等正向讯息。遗憾的是，关怀和慈悲等价值观无法从现代教育获得，因为现代教育是以物质为主导的教育。换句话说，在唯物主义的现代教育中，岂有发展慈悲价值的空间？这也是为何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世界上的主流宗教都对人类的社会带来了正面效应的原因。此时你可能会反驳说，一直都会看到宗教的激进分子啊，所以宗教有何好处？其实任何主流宗教都有害群之马，但这些人都不能代表该宗教，不是吗？每个国家、每个种族、每个肤色都有其激进分子，但这些害群之马都不能代表其国家、其种族、其肤色，不是吗？如果你认真分析过所有的主流宗教，此时的你应该知道，所有主流宗教的核心精神都是劝人行善的。因此，我要反问，劝人行善的精神对人类社会难道没有帮助吗？减缓激进主义或极端主义的现象只能靠同理心，而同理心则是源于多元化的思维及多元文化的接触。像是我在哈佛文理学院就读博士的时候，就会时常接触到来自哈佛神学院的同学。因为神学院的课程之要求，这些同学在学习不同宗教的背景下，更能理解各派宗教之间的不同立场。达赖喇嘛尊者说过，某些国家只有单一的信仰，所以当地人更容易视其他教派为异教，故而排斥。但印度是个多元化宗教的国家，所以印度人更能理解其他宗教的存在。因此，达赖喇嘛尊者经常呼吁，宗教人士之间应当恒常不定期的举办国际性的宗教大会，邀请各派的主流宗教界人士，从而促进宗教和谐。达赖喇嘛尊者反复强调，所有主流宗教的终极目标都是劝人行善，心怀慈悲。虽然
各个主流宗教的哲学观点皆有不同，但这些不同的哲学立场只是用来推动劝人行善的途径而已。就像主张造物主创造人类的缘故，所有人，包括其他异教的信徒，都是来自同个慈爱的父亲，都是自己的亲兄弟姐妹。当你深信这点教义时，岂能对自己的亲兄弟姐妹狠心屠杀呢？以这种造物主的信念提升慈爱。无神数论派、耆那派、佛教三者否定造物主，深信一切苦乐皆是源于过去自己的所作所为，即伤害他人的造恶，帮助他人的行善。以这种教义劝说人们应心怀慈爱。这点极为重要，尤其是要认清所有主流宗教的终极目标都是劝人行善，绝非所有的主流宗教的终极目标都是宣扬自己的教义、自己认定的真相，扩张自己的信徒。更何况就以造物主的理论而言，造物主创造这些否定造物主的宗教，一定有造物主自己的理由，不是吗？关注的焦点之处很重要。在耶鲁大学319年的校史上，首次高达1182人选修，也是最受欢迎的一堂心理课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只剩一杯水 versus 还剩一杯水。对此，我稍作修改，成为只剩一块金砖 versus 还剩一块金砖。从此也可证实只信唯物主义的缺陷。虽是一模一样相同的事实，也就是一块金砖，但关注焦点的不同，会产生决然不同的反应。若将关注之焦点摆设在只剩一块金砖，我们只剩抱怨；若将关注之焦点摆设在还剩一块金砖，内心则充满希望。同理，若要促进宗教和谐，一定要加强力道的关注这一个事实，即所有主流宗教的终极目标，绝非是宣扬自己的真相、扩张自己的信徒，而是所有主流宗教的终极目标就是劝人行善。而各个主流宗教的不同哲学观点，只是用来推动劝人行善的途径而已。唯有正确摆设关注之焦点，才能看到宗教和谐的希望。之所以多加主流二字，是因为当今有着过多的崭新宗教，比起这些兴起的宗教，主流宗教都已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印证，更为人类社会所接受，也更为妥当。达赖喇嘛尊者常说，种族、肤色、信仰的差异只能是第二层次的差异。我们永远要回到最初的原始层次，对其进行关注。当你错误的摆设关注的焦点时，你会慢慢深信，宗教的终极目标就是以宣扬真相为主，劝人行善为次。从那时起，你只会想推动自己认知的真相，传播自己的信仰，进而尝试改变他人的信仰。这样一来，就更容易把其他宗教视为异教。随之而来的是，为了单一真相或单一信仰的合理化，你居然会铲除其他宗教的恐怖想法。这种焦距点的错误摆设，就是激进主义、极端主义的温床，更是封建制度的过时产物。本来讲完了，讲定了嘛，别是叫他，是，你印度我吃到的这个，大家完了，
크리스천시라培养것이 되냐写的话이培养자 이 힌두 나로 르르 야와체네 딘데가 타네 르메 먹고치 이 이슈셔리아 유리아드네 용도가 세상 어디서 해야 돼 아니 자철 대바 제다 맞아 소소 라와래 어디 철 대바 제가 있는 철 가르 대바죠 소소 라와래 마도 돼 나저 파면 낭바리 이집이 낭바 저었어야 요 말다 나저 파면 카지리 이집이 카지 저었어야 요 말이 죄송 나저 파면 이슈리 이집이 이슈 저었으려고 있나 디제디 지수의 넘로 서로 주고도 와 근데 제가 인사 아니 최저하게 나래야 아니 철수익이 내주서를 내용도 와 나는 저한테 통 저한테 저도 가리는데 돈아 맞아버체 진 노고였다 죄송 나는 요 과게 시험이네 각상고지 게시기요 저 자와디 나 미신 좀 전되게 요마도 나한테 남거지 아니 하고도야 나한테 왜 따라라면 겨울 무지 아니 겨울 군지 주시버 지금 심지 인스 난 남의 저기배다 저는 내가 그 통주 된주 여름이 니나 나 미신 인삼 전되게 요마도 나한테 왜 심지 좀 정매다 제주 타바이네 크르크돌이야 샤되게요 술이네 디샤되게요 죄송 어디는 인도 안데 대한 발리 키우면다 고주디 리르 계시 중자인게 계시 트래블 내 장소 참을로 개체모지라 죄송 근데 달라면 그 주무 주시겠으니 디샤베 누수서 나와래 레디네 녀샤베 중전 도민도 정전대 코랑에 있네 개모다가 캐는데 세셔다를 세신도 레버 따라 나이까 라오차이 귀신민선이 좀 전에 코랑 깔리네 딱세시 송도가 아니 내 럽셔버들 딱세시 딱세시는 내 셔버들 중전면도나 아니 자송을 세소래 세소 이데根据 부디숨제 방불샤 변주 주준디디 방불샤베는 내셔야데 대바도지요反之，当你正确摆设关注的焦点时，你会深信劝人行善才是主要，而教条所诠释的真相却是次要。这时，你便会区分敬与信的差异，也就是达赖喇嘛尊者对此议题的重要观点之一。尊者常说，区分敬和信很重要，对自己而言，只有一个真谛，只有一个信仰。然而，若以人类整体的利益而言，我们更要尊敬所有的主流宗教，毕竟这些主流宗教在人类的道德上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一来，我们便能轻易的打从心底尊重其他主流宗教的同时，却又不失自己的立场，获得最佳的平衡。因此，谦卑自称为佛教平凡僧侣的达赖喇嘛尊者多次说过，我未曾说佛教是最好的宗教，因为好与坏的定义取决于是否有所帮助。我们不能说佛教会对所有人有益，因为佛教不一定适合所有人。自然不能说佛教是最好的，当然每个人的个性与思想仍有不同。在千万个西方人里，难免会有少数相应佛法的人。如果你是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分析观察而决定改变信仰的话，毕竟宗教信仰是个人的自由选择，谁都不能阻挡。但已经改变信仰的你，千万要避免对之前信仰的批评，人要对其保持尊重。除此外，就整体而言，考虑到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及其文化的不同，西方人，你们最好保持原本的信仰，不要轻易改变。试想一下，哪位教皇或哈里发能够如此？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我打从心底钦佩达赖喇嘛尊者这般的宽阔胸襟。尊者接着说，就像药物，药的好坏要看适不适合，能不能有效的治疗。我们无法说单一的药是最好的，因为没有单一的药是适合一切患者的。的确，药的好坏不光是药材的价格，更要根据患者可承受的程度或对症状的减缓等诸多的条件下，再去决定哪种药对此患者是最好的。尊者还说，人类的理解程度皆有不同，正因如此，不同的宗教更适合70亿人类的大家庭。就像提供更多蔬菜类别的菜市场，才会吸引更多的人前来消费。佛陀深知众生的根器皆有不同，自然会对不同程度的佛弟子们阐述不同程度的教理。这种现象绝非源于佛陀搞不清自身的立场，而是为了弟子们能更上一层楼所采取的因材施教。所以佛教的哲学派系有4：毗婆沙宗、经部、唯识以及中观。综合上述所言，以物质为主导，唯物主义的现代教育对提升内在的价值的确没有明显的帮助。但所有主流宗教的劝人行善，却可帮助人类提升道德的品质。再者，比起无宗教信仰的12亿人，61亿有宗教信仰的人占人类总体的绝大多数。如果宗教之间不能和谐相处，反而相互排挤的话，最大的受害者莫过人类自己。尊者睿智地看到了这个现象，并将推动宗教和谐作为尊者的终身使命。这真是个伟大之举，令人赞叹不已。在视频的最后，我想播放下面的尊者的短片，作为这一次我跟大家分享内容的结尾。谢谢大家。Just delay。Then number 2 commitment, religious harmony. On this planet, over 1,000 years, I think almost 3,000 years, different religious traditions develop. All carry the message of love, inspired in different philosophy, different concept. All, you see, carry the practice of love and forgiveness, tolerance. So all major religious traditions, different philosophy there. Some say there is creator. Those theistic religion, they believe creator. Then those non-theistic religion, you see, no belief, no idea of creator, ourself, you see, created. And then, as you see, scientists say, evolution. Gradually, we human being, from monkey, from further as it further goes, some, you see, I think originally some jelly, because jellyfish or something, then gradually, you see, come to earth, because of the Land, on land. or land. Then gradually, you see, we develop like that. So our brain also, you see, 1,000 years, several thousand years, gradually develop with our physical. So therefore, the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view
but all carry same message of love. So, on that basis, religious harmony certainly can develop. India is one example. All world major religious traditions live together in India, like Judaism, Christianity, then Zoroastrian, all these different, religious tradition live together here. We never heard, you see, problem. For example, problem between Shia and Sunni. I never heard. See, this country, in the past history, sometimes some problems, but basically India is the example religious harmony. So, India, number two most populated nation. But religious harmony there. So therefore, my number two commitment is try to promote religious harmony and mutual learning and work together.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孔德一。今天有幸能受邀谈一下保护西藏文化及生态环境的话题。我们知道，保护西藏的文化及生态环境是尊者达赖喇嘛生命当中的4大使命之一。尊者这种伟大的智慧、超前的思维，让我作为一个环保主义者和佛学爱好者，由衷的敬佩。西藏的生态环境是独特的，它不可替代，它属于全人类，属于全世界。我希望通过几个部分和例子，对这个话题展开我个人的愚见。西藏文化是独特的，我热爱西藏文化。西藏文化是璀璨的人类文明，它的语言、文学、艺术、医学、哲学、宗教学都是值得我们重新去学习和研究的。当然，世界上每一个文明都是独特的，而且是平行的，不应该相互的打压排斥。比如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犹太文明、斯拉夫文明、古印度文明、西藏文明、基督教文明、佛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都是独特而伟大的。地球足够大，各种文明可以共存，也能碰撞出激情的火花，使得人类能更好的和谐的发展。据我所知，现代心理学、神经医学的奠基者之一，瑞士人卡尔荣格先生，他的理论很多源自于东方文明，其中包括中华文明的道家学说和西藏文明。其中西藏的 The Tibetan Book of Dead 就是他的学说源泉之一，这充分地说明了文明的碰撞与交流能给人类带来极大的贡献。这一本书再说一下西藏的医学，毫无疑问，这是西藏文明对人类的无私而伟大的贡献，是一个璀璨而耀眼的付出。作为传统医学，藏医是值得我们现代文明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例如，该图所示，藏医典籍中对人类生育的解释领先现代医学认知几百年、上千年。藏医通过对
古印度传统医学的引入，很好的传承和发展了解剖学，通过佛学解释了一些人类病痛的基础，其中贪嗔痴杂念是很多疾病的是基础和根源，这与现代医学、心理学有共通之处。2019年到2020年，我们全人类遭受了巨大的瘟疫浩劫。我们对传统医学的研究不应该只是停留在和板蓝根这种商业价值上面，更不能是中西医的对抗和内耗。我相信传统医学是可以给人类的抗疫带来非常有意义的贡献。另外一个，藏医对人类医学普世价值的最伟大贡献，就是其对医德医风的培养和注重。在公元8世纪创作的藏医经典著作《四部医典》中，有明确的解释西藏的医学教学当中，医德医风的建设是首讲课程。尊者达赖喇嘛擅长于用现代的语言和理念来阐述对藏传佛教的理解，这能让现代文明更好地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传统的佛学智慧也会给人带来更好的发展。传统医学及藏医同样需要用这个过程得到一个发展。欧洲的文艺复兴对传统的典籍重新的研究和发展，我相信西藏的文化复兴也将得到很好的发展，因为有继承才能有发展。我们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看，这个巨人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佛学是西藏文化的核心部分，在尊者达赖喇嘛的领导之下，西藏人民一直以和平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民族和传统文化。遥想历史，引用袁腾飞老师的话，想当年蒙古铁骑快马弯刀征服全世界，也征服了西藏的土地。西藏用佛教用藏传佛教征服了蒙古人。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当蒙古人学习了佛法以后，也逐渐的减少了和放弃了杀戮。还有唐朝的时候，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的入藏，哪一个不是文化的交流？哪一个不是佛祖的庇护？慈悲心是一个普世文化，不分种族，不分宗教。藏传佛教是典型的方法论哲学体系，怎么思考什么是比什么更重要的内容。有了思考以后，怎么做什么更重要。通过当代西方的藏传佛教哲学研究一本书，里面解释了以至于汉传佛教藏传佛学是颇能完整、平均而踏实的综合及发展了大乘佛学所有必不可缺的有论环节。中观、量论、唯识、成熟阶段的阿毗达摩及如来藏思想相互制衡，不会一面倒的只偏于一项。对于西藏的传统文化，我也只是一个爱好者，只是分享一下自己的拙见。现如今，中国的年轻人都有一个理想，就是去西藏旅行。正是因为西藏有其独特的自然风光、生态环境及藏区山好水好人烟，有时候它是那么神秘，有时候它是那么遥远的近距离感受西藏独特的美。据了解，西藏已经连续多年保持空气质量优良，这让人非常欣慰。早在70年代，
上个世纪70年代，达赖喇嘛尊者提出偏道路的方案，其中对西藏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一以贯之的。世界范围内环保的认知大概是在90年代中后期，而大陆对环保的大概是到了2000年之后，超越的思想是我们当代人的幸运。我们所知道的澳洲野兔泛滥、袋狼的灭绝，无一不是人类自己所造成的。我们经常会因为一些个人利益的发展而忽略一些环保相关事务，有的时候想想也挺悲哀。在藏区，藏羚羊经济价值极高，因此也就造就了破坏式的偷盗猎，也就形成了所谓可可西里的眼泪，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这是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宣传语。佛学让人学会如何避免贪嗔痴的杂念，用平和的方式去对大自然。我们可以看到可可西里以及当地的中国政府也开始大力的治理偷盗猎行为。对保护环境这个问题，应该是不分宗教、不分民族、不分政治观点的，这是属于全人类的。再有，冬虫夏草是西藏高海拔地区自然资源，因为极其稀缺，所以经济价值也是非常高的，因此造就了大批人员对其进行破坏性的挖掘，使得一些高海拔的山坡草地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现如今，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破坏造成的严重后果，也开始对其进行管理限制，希望这样可以达到一个生态自然平衡。追求利益最大化、生态平衡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佛学能指导世人减少贪欲，求一个平衡状态。藏区是周边多个国家及地区的水系发源地，特别是关系着中印两个人口大国的水源。如何保护水源的安全，在人类发展史中一直是一个难以跨越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对河流水系的破坏也在日益加重。有可能在江河的中下游地区，河流的污染还可以通过长时间的治理得到改善，但如果是水源地遭到了破坏，那将是不可逆的破坏。美丽的纳木错湖现在是国家公园了，得到了当地人民及政府的很好保护。当然，我们也听说了一些在藏区的一些矮子湖泊湿地被人强行的排水建田，这是典型的不可逆的破坏。一些河流被围坝造水电站，例如阿坝州的卢松沟水电站的建设，彻底破坏了卢松沟的自然生态环境，让人痛心疾首。这两幅图是同一个地区、同一个角度、同一个方向所拍摄的，在水电站工程建设之前和建设之后的完全是不可逆的破坏。没有人知道这种不可逆的破坏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反噬的效果。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固然重要，但是为了建水电站而破坏环境造成的恶果，最后也将是由人类自己来承担。引用夏德的一句话，一味保守只会停滞不前，而为了发展不顾保护文化精华，则意味着背弃过去。这两种极端均会丧失鲜活文化主体的真实性。西藏的机遇在于保护和发展的完美互补，这样的发展才具有可持续性，从而使西藏所面临的挑战也能够转化成机遇。无论对西藏还是其他地区，如何发展，如何保护文化，什么是保守，什么是进步，本来就是一个很对抗的问题。当然，我相信佛学的智慧可以帮我们找到思考的方式，如何去解决此类问题。正如藏传佛教在藏和西藏的自然景观、自然环境共同养育了
慈悲善念的西藏人民。西藏人民也通过自己和平的方式保护着自己的文化和环境。如何发展？我相信我们能从佛学智慧当中找到灵感，使得人类可以和自然和谐共处。再有，今天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西藏的文化、西藏的文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智慧，让我们在精神上都是西藏人。谢谢大家。各位朋友，今天我有幸呢，借此机会与大家分享一下我所认识的西藏精神领袖，藏传佛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因为在过去的10来年的过程中，我有幸呢与尊者呢见面了10多次，而且也有机会了到了印度了，有7次了去拜会达赖喇嘛，也到了他的寝宫了，到印度的山城达兰萨拉，那么去听尊者讲道，而且也有机会在纽约能够跟尊者了一起在纽约城市大学跟我们的学生跟我们的教授了，那么举行各种座谈，那么探讨教育、伦理、哲学和宗教。而且我还有机会了，我记得在威斯康星的鹿野苑也和尊者了一起了能够跟西藏的青年人呢那么进行对话。所以我很高兴今天呢想从就是达赖喇嘛他的整个思想和他的教导呢跟印度的文明的关系，来在目前的黑暗时节了，也就是当世界处于黑暗之际了，我们如何能够寻找到达赖喇嘛的光芒？为什么我说现在世界处于一种黑暗世纪了？因为由于今年的新冠疫情呢肆虐全球，200多个国家都已经染疫，而且几千万的人那么现在呢受到这个病的折磨，而且目前从我们美国和印度2大的民主国家，那么现在成为最严重的受害者。而且我们北半球的2大民主国家都已经进入到了冬季，所以呢我就是感觉到这个冬季的寒冷和漫长的黑暗的来临呢，那么我们是需要有精神的鼓舞，我们需要有光芒能够照耀我们。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体会一下达赖喇嘛的一些思想和达赖喇嘛一些教导，那我觉得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呢，那么都会是有帮助的，也会有各种启迪的。首先呢我想说一下达赖喇嘛在自己的许多的讲道中，那么他也说过了，尽管呢他离开了自己的家园西藏，而且呢在印度了流亡，但是呢他在印度了他也有一种归家的感觉，因为不仅是僧人以就是无处安身了，更重要的是因为藏传佛教是来自于印度的，来自于印度历史上的佛教的那兰托的传承，所以达赖喇嘛来到印度以后，那么他自己声称他就是印度之子，而印度的文明呢是成就了他的就是伟大。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了达赖喇嘛呢作为与另外一位特蕾莎修女了2位流亡在印度的2位宗教领袖了，最后都是在印度了被成全，那么成为世界级的宗教领袖，而且最终成为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那你就可以看到达赖喇嘛的他的人生、他的思想、他的教导、他的宗教跟印度了那么是分不开的。所以呢我就想今天强调一下达赖喇嘛他的思想跟印度的关系。那么我主要想讲就是4个了，我们可以看看呢达赖喇嘛跟印度的关系。一个从他的本身达赖喇嘛他作为一个观世音转世这个角度来看一看。那么第2个我想讲一下在整个印度思想精神中呢，那么他的观世音菩萨的这么一种慈悲心呢这种关爱精神。第3呢，那么我想讲讲一讲在印度作为一个多元的一个国家了，它的很重要的就是多元的宗教。那么多元的宗教怎么样共存？所以印度的传承里边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世俗主义。最后一个了，那么我想讲一讲就是印度了，它作为一个非常具有
世界主义的这么精神的一个国家，它的宗教呢也充满着理想的世界主义。但是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了这种世界主义的理想，或者是慈悲，或者是非暴力，或者说是民主自由，尤其是宗教信仰自由，那么都是受到一个民主国家的保护和那个支持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了达赖喇嘛尊者呢，他作为一个丧失了自己家园的一个精神领袖，那么他是非常珍惜民主国家，那么对整个宗教和宗教自由的支持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看达赖喇嘛呢，他在印度呢跟印度的民主体制的这种互动呢，给他带来的影响。所以我想从这4个角度呢来看看，就是达赖喇嘛怎么样在弘扬和那个传播那个印度的文明，那么通过传播西藏的藏传佛教。其实达赖喇嘛尊者呢，那么是在那个向全世界呢传播那个印度的那个复兴的一些文明和印度的传统的思想，也就是说在向世界呢传播那亚洲之光。然后首先我们看看就是达赖喇嘛他本身的这个定位了这个名字的这个来源。我们知道达赖喇嘛在藏传佛教里边，那么是作为一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么一个转世的。那么而观世音菩萨呢，这个就是菩萨是来自于印度的一个神的。那么印度的一个神，他的英文名字叫 Avalokiteshvara， 那么我们中文呢翻成是阿夫卢吉第10法罗。那么在汉传佛教里边就是一个观世音。那么观世音呢，他在印度的传统的思想里边，原文里边呢就是往下看的神，也就是说他是会那个关注社会的底层，关注受苦受难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他有那个千只眼，是想查看世界的苦难，他有千只耳，是要听清那个呻吟的声音。那么他有千只手，那么是想用那个就是一切的力量呢，是那个帮助那个受难的众人，那个拔众了出苦。所以呢，就是这种那个观世音菩萨的这精神呢，正好也是达赖喇嘛的整个那个思想和行为了，他的那个宗教那个教导的一个集中的体现。所以当我们那个意识到这一点呢，那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达赖喇嘛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他的传播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一个慈悲精神，就是对他人的一个关爱。那么这就是一种那个观世音的这么一个就是精神。那么当我们讲到观世音精神呢，对世界的关爱了，那我们当然要讲到这里边的一个就是厌及他人呢一种同理心呢，同情心。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知道我们之所以今天经历这种新冠病毒的这个磨难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看到世界各大国的领袖其实缺乏的正好是这种观世音的精神。也就是说，世界现在的领导层和领导能力里边呢，一个匮乏的资源就是慈悲心，就是关爱心，就是同情心，就是同理心。如果我们看到过去1年新冠病毒对我们人类的威胁，那从它的爆发之初在中国，那么中国的领导人就没有在最初了做好工作了，把这个疫情呢能够那个控制在中国境内，能够让它呢不到全球传播。那么你也可以看到，在以后的全球的传播过程中，这个病毒呢，那么走向了伊朗，那么走向了土耳其，走向了意大利，那么英国，那么美国，然后还有巴西，还有印度等等。那你可以看到，那么我刚才说的这些所有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那么他们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是以一种强权的铁腕的领导风格了那么著称的。那么尤其是很不幸的就是2大的这个民主国家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美国，那么是在一位具有自恋情节，对他人呢没有同情心的领导人呢那个下面度过的过去的4年。所以今年的新冠疫情呢，应该说是防护了是非常的失败。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印度了，那么印度作为世界上第1大的一个民主国家，那么现在成为第2大的染疫的一个国家了，其实防范呢也有很多的缺点和错误。所以当我们如果看到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是由女性的领导人那么在领导，那么无论是你可以看德国，或者是新西兰，还有那个芬兰，丹麦，这些国家呢，还有台湾呢，那么这些国家，那你可以看到了两相那个比较，那你会发现这种男性铁腕强权的人物其实没有把这个防疫工作了给做好，而相反呢，那么一群女性的那个政治家呢，他们呢相反给这些国家呢带来了平安，带来了就是
那个医疗上的这么一个有效的防治措施和政策。所以呢，我那个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当我们身处新冠疫情的这个折磨的时候，那我们更应该那个就是想到同情心，那么这么一种关爱精神呢，对政治家的这么一个重要性。那我记得我在达兰萨拉呢去那个参访达兰萨拉的时候呢，我也拜访那个达喇嘛尊者了，我也有幸呢拜访到达喇嘛那个另外一位就是非常亲近的一个战友了，就是桑多仁波切。那么桑多仁波切你可以看到在世界舞台上或者在藏传佛教的整个那个普及过程中，桑多仁波切跟达赖喇嘛呢是那个非常紧密的，那么他们呢是形影相随的。有一次呢，那我去那个拜访桑多仁波切了，那我问了桑多仁波切一个问题，我就说怎么样在每天的这个基础上呢能够做好一个佛教徒。那么桑多仁波切给我讲了这么一个字，他说你就那个修炼一个字，就是 mindful。那么 mindful 呢，当然我们如果把它翻成那个就是英文的话呢，那么翻成中文的话呢，那么也就是一种念想，那么也是一种就是关心关爱。其实呢，我们现在需要一种留心呢，留心你的环境，留心你的言谈举止，留心你的所作所为，可能给那个他人给这个世界了带来的各种影响。所以呢，那我觉得这个 mindful 了，那么确确实实是成为我们当下了大家都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期盼我们的领导人，那么期盼我们每一个人，那也都有这么一个就是念及他人的这么一个素质了，这么一个品德。当我们讲到这个就是慈悲这个 mindful 了，当然我们要想到印度的一个思想，给达赖喇嘛的一个主要的就是非暴力。那么非暴力当然就是暴力这个本身呢也就是非常的广。我们知道非暴力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领导人呢，一个非暴力运动的领袖，那么是甘地。那么印度的现代的印度的国父了，那么甘地了，那么是被达赖喇嘛尊者了奉为老师的。所以呢，达赖喇嘛呢是继承了很多的甘地的思想，尤其是非暴力的思想。而所谓的暴力呢，其实呢，我们大家知道，那个焦作，那个就是急迫了，这种没有耐心呢，那么其实是暴力的那个最主要的这么一个最初的一个起始点。所以呢，如何能够控制暴力，其实也就必须呢如何控制我们的急躁的情绪，能够调伏我们的心。所以呢，那个达赖喇嘛尊者呢，那么有许多的这个教导了，其实呢，也就是要教我们呢，能够有这种那个慈悲心呢，能够去除暴力的思想的根源。这里边我觉得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呢，达赖喇嘛的这些教导呢，对我们呢是非常有价值的。这里边当然是跟印度呢是那个分不开的。那么另外呢，就说说起印度了，我们大家会注意到，印度是一个非常那个复杂的这么一个社会和国家，那么它的宗教呢也是非常多元的。那么如何使得这么一个复杂的国家，这么一个复杂的人群，有这么多不同的信众，能够和平的相处，能够维护一个民主共和国？那么当然印度呢也是在那个甘地的这个倡导下，那么推行了一种印度的就是世俗主义。那么达赖喇嘛呢也是那个认同那个甘地所倡导的印度的世俗主义的。所以呢，在我的那个就是与尊者的这个交往过程中，也在阅读那个达赖喇嘛和尊者的各种的那个作品过程中呢，那我意识到了这种传承，也就是那个甘地和达赖喇嘛呢都共同倡导的，就是我们呢要那个追求一种那个世俗主义的精神。那么何为世俗主义？那么在那个达赖喇嘛和在那个甘地的解释中呢，那么它主要包括几个思想。第一个呢，就是说世俗主义它不是说要反对宗教，那么世俗主义跟宗教呢并不是相矛盾的，或者是相对立的。那么世俗主义呢是可以跟宗教并存的。所以在过去几年呢，达赖喇嘛尊者呢那个出的一本书，关于那个伦理的书啊，就是那个叫那个超越那个宗教了。那么所以可以超越宗教，我们可以建立这个世俗的伦理观。那么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那么同时呢，就是在世俗主义的这个就是影响下呢，就是我们并不是要反对宗教，但是呢我们呢是要有一个多元的就是宗教信仰自由。那么宗教信仰自由呢，那么必须呢要由国家呢来公平的来那个平等的对待各个宗教。
也就是国家呢那个不去树立一个国教，而且没有对不同的宗教有亲疏关系，所以国家呢是在各个宗教中呢保持等距离的关系，那么保持一种中立。那么这是世俗那个主义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还有一个世俗主义的重要内容就在于，所有的那个宗教的那个信众呢，大家呢都不要诋毁那个对方的宗教。那么所以呢，我们大家能够有一个相互的那个宽容，能够共存，能够认识到了各大宗教了，就像那个 Krishna 那个也是甘地认为的一个老师呢，就是 Sri Krishna。那么他说过的，所有的宗教都是通向那个神的那个就是不同的道路。所以呢，就是在世俗主义的这么一个教导下呢，大家能够尊重各自宗教，能够相互那个共存。那么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思想。当然了，世俗主义还有一个思想就在于，即使你如果不信神，你是无神论，但是如果你把真理了作为一个就是神一样的地位来那个就是看待的，其实无神论呢，那么也是一种那个信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藏传佛教里边或者在佛教里边，也没有就是那个造物主，那么它呢也没有一个那个所谓的神的这么一个就是出现。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世俗主义的那个这种教导下了，我们对宗教呢就应该抱有我刚才讲的这种世俗主义的精神。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人类呢，那么才能够真正的相处下去，也能够共建人类的和平。那么我们的人类呢，才真正可以超越我们的那个由家庭、由地域、由民族、由国家、由宗教了那个建成的各种那个围墙了，把我们给分割开来。那么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印度的各大宗教里边所倡导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就是世界主义。那你可以看到，作为那个关心所有众生呢，就是普度众生的一个佛教徒来说，当然了是没有强烈的一个国家的那个概念的。出家人确实也都出了这个国，也出了这个家。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就是整个印度的精神，在印度的思想家里边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能够超越当下现实、超越当下的地域或者主权限制的这么一种那个出世的精神，世界主义的精神。那么这一点，达赖喇嘛呢，也都是那个非常的就是也就是说领会非常的深刻，那么也接受了，那么也愿意去实践。所以在达赖喇嘛的整个教导过程中，尽管一方面呢，他是在为西藏的自由在不断的就是奋斗，那么劳碌了那个一辈子了，都是为了西藏人民呢能够有那个就是自己的家园，能够有自己的那个自由，尤其是能够有信仰自己的宗教，那个传承自己的文化，那个使用自己的语言的各种自由。那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了，就是达赖喇嘛在这个整个的一个思想过程中呢，他也还是在不断的推动全球的这么一种那个普世价值了。那全球的最后呢作为一个世界共同体。所以达赖喇嘛呢不止一次的给我那个谈到了，他其实非常想看到的就在于亚洲呢最后呢会成为一个亚洲民主共同体，尤其他真的希望中国了那么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这样整个亚洲呢可以那个变为一体了，这样成为一个真正的不是被那个所有的小的这个主权或者民族所困扰的这么一个更那个安全更和平的这么一个世界。所以这是那个达赖喇嘛呢他的思想呢跟印度的思想家那么是那个非常紧密的那个相联系的。那么另外我想那个再说一下，就是在最后呢，就是我的那个就是在印度的一个观察了，就是印度它作为一个民主国家，那么给达赖喇嘛的无论是生存还是达赖喇嘛以后的继续的弘扬藏传佛教，同时呢再继续去挖掘印度的佛教的那兰托的传承呢，那么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呢，就是达赖喇嘛作为一个全球主义者，但是他也意识到了民主国家那么对我们的自由，对我们的那个人生的安全呢，对世界的和平呢，那么在现阶段呢，那么都是不可缺少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在对待民主国家的这个问题上呢，一方面达赖喇嘛呢，那么是非常的那个关怀印度的民主的建设，
也非常的就是那个积极的了，在为印度那个做贡献，希望印度的民主的质量呢能够有所提高。所以你可以看到，达赖喇嘛呢也都呼吁了印度呢能够把纳兰托的一些传承的一些精神呢，包括佛教的一些那个慈悲心的这些教导了，能够引入到那个印度的那个教科书中，能够让印度的小孩子了能够那个承袭印度的古老的文化。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达赖喇嘛是非常那个关注印度的文明的质量的。那么其实在达赖喇嘛跟印度的那个许多的领导人的交往中，那么我也感觉到因为印度是一个多神的国家，那么许多印度人呢其实是把达赖喇嘛呢作为一个就是住在人间的这么一个神的人物来看待的。那所以呢，达赖喇嘛的许多的影响和教导了，那么也都影响了印度的那个行政的风格，也影响到了印度老百姓，那么所以呢也那个影响到了印度民主的那个质量。那么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达赖喇嘛在流亡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边呢，他其实那个非常着重的就是要推动藏人流亡社区的这个民主化进程。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尤其是过去的那个10年呢，藏人呢那么进行了那个即使是在海外流亡了，社区呢是分布在全球了，但他们进行了自己的那个施政呢他的那个民主选举。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在达赖喇嘛的推动下，政教了，那么是分离了。那么达赖喇嘛呢是放弃了他原来的这个政教合一的这么一个角色，现在完全那个变成一个那个精神领袖，而政治权力呢是交付给了一个就是世俗的选举产生的那个施政呢，那么来进行掌管。那么所以这个整个民主化过程，那你可以看到达赖喇嘛呢对民主呢是非常那个尊重，也是非常那个希望呢他能够把民主带给藏人社区的。那么另外一个对民主的推动，那么我就想那个说一下，就是在海外的那个华人的民主运动中，那我们可以看到达赖喇嘛尊者是非常关心海外的华人的民主运动的。因为达赖喇嘛呢是非常希望呢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某一天呢能够那个变成一个民主的一个国家，那么不仅可以了就是让西藏人民呢真正获得自由，不管那个西藏人民以后呢是要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不脱离，而在达赖喇嘛的这个中间道路里边呢，那么他认为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某一天呢变成了一个多元的一个尊重宗教的，能够尊重西藏人民的那个名副其实的那个自治的这么一个民主国家，那么西藏呢那个并没有那个就是说必须要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中国主权的这么一个就是必然步骤。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其实对于达赖喇嘛，那么他关爱所有的那个有情众生呢，当然他也会关爱所有的就是汉人，那么当然他也会那个关爱了所有的汉人呢能够获得自由，能够获得民主。所以呢我觉得在那个印度的那个生活的过程中，尤其是达赖喇嘛刚那个逃离就是西藏了，进入到那个印度的时候，当时他也跟那个当时的印度的总理尼赫鲁了也都那个产生了非常亲近的这种那个友谊了。所以尼赫鲁总理了也把达赖喇嘛呢带到了印度的那个议会了，那么去参观呢参观这个民主的这个就是运行了。因为我们知道达赖喇嘛在那个中国大陆了，他本身呢也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也就是说他也开过许多的人大的会议，但是他到印度呢，他确实感觉到那么印度的文明呢，印度的民主呢，跟他在北京体会到的人民大会堂的这个作风呢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因素了，那么促使达赖喇嘛他一直是那个要推动民主的这个推广，无论是藏人社区还是那个中国的那个汉人那个地区了，那么他都希望呢某一天呢我们能够看到民主。那所以呢这些呢我觉得都那个离不开达赖喇嘛在印度的经历，都离不开达赖喇嘛不断吸取了印度的文明的这个精神的传承，也离不开达赖喇嘛呢那个在不断的挖掘纳兰托的传承过程中呢，对宗教对藏传佛教的重新的挖掘整理和弘扬。那所以我觉得从这里边的各个角度来看呢，达赖喇嘛真的是在那个推广那个藏传佛教，也在推广纳兰托的传承，其实也在弘扬印度的古老的文明。那这就是为什么
我那个一个强烈的感受是，达赖喇嘛呢，他在给世界呢带来光芒，而这个光芒呢，不仅是只是那个佛教的光芒，也不仅只是就是印度的光芒，那么更多呢是基于印度的古老的文明，基于了就是藏传佛教的这个复兴的印度的古老文明，向世界了传授的一个亚洲之光。所以在今天呢，那我觉得让我个人感觉到在这个黑暗的时代，能够领悟到达赖喇嘛的他的一些思想，他的教导，那我觉得是尤其重要。那么我想谈一个我个人的这个感受和经历了。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一年2020，那么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呢，都是非常痛苦的一年。因为尤其呢身处美国，那么作为我就是一个研究政治学的，那么不仅呢看到了我们的学校关门，新冠疫情呢使这么多人呢在不断的死去，美国已经死亡了26万人，在过去8个多月的时间就26万人死亡，那么这个是让人是不可接受的。而且呢，美国的民主，就像我刚才讲的，民主如此重要，但是美国的民主在过去的几个月了，我们可以看到了经受了非常重要的考验。而且我们也知道，达赖喇嘛尊者了，他在过去5年多了，一直没有来过北美。那我记得在2015年呢，那我跟达赖喇嘛呢，那么是见过面的。正好当时在北美了，正好也在庆祝达赖喇嘛的80岁的就是寿辰了。所以呢，一晃呢就是5年了。而这5年，达赖喇嘛尊者之所以没有踏上北美，没有来到美国了，其中当然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对美国民主的某种担忧。那么也是达赖喇嘛呢他的一种行方便。因为我们看到达赖喇嘛他行方便呢，不仅是给就是一般的人行方便，比如说我们听他讲道的时候，那么他会非常注意不让我们大家太辛苦，能够让我们大家呢有兴趣了，能够听进他的各种传法，所以他会行各种方便。而且呢，他总是会让我们大家呢能够吃好休息好，所以绝不会呢在吃饭时间呢不断的拖延，让我们大家呢在那挨饿了，那么听到所以你可以看到达赖喇嘛呢，他对信众了，对我们呢都是非常的关爱的。但同时呢，他对世界的领导人其实呢也有这种关爱，也有这种行方便。因为呢，从我跟达赖喇嘛和达赖喇嘛周边的人的接触了，那么我体会到这么一个强烈的一个信息，就在于当美国的民主出现某种问题的时候，当美国的社会出现某种分裂的时候，那么达赖喇嘛是不愿意来加剧这种分裂的，他不愿意因为他的来访，那么使得美国或者美国的领导人，或者美国的就是普通的老百姓，或者藏传佛教的信徒，那么感觉到为难，或者出现了相互的矛盾呢加剧了，那么出现撕裂。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你可以看到了达赖喇嘛呢尽管已经进入耄耋之年了，但是达赖喇嘛在过去的5年呢没有就是来到北美了。那么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看到达赖喇嘛呢他的这些念及他人的这种情怀了，所以我是觉得在过去的1年呢，那么总是不断的在就是警醒我。因为在警醒我就在于如何我们在美国呢能够捍卫美国的民主，能够让美国这个国家呢不至于要去筑墙，不至于要把这个国家的民族了放到超越其他的国家的民族之上，不至于呢让我们呢只是有自私的就是关心自己的就是好处，而对全世界其他人呢那么失去了同情心，那么失去了同理心。那么所以我觉得就这种观世音的情怀和精神呢，让达赖喇嘛呢就是意识到了我们的世界呢不应该筑墙，不应该划分成越来越小的封闭的这么一个就是相互敌视的这么一个群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1年中，在整个美国，那么我自己呢那么也是在过去的1年中呢经受了许多的这么一个困难。那么在过去的1年中呢我认为呢我是选择了一场战斗了，那么是在美国的整个政治过程中呢，那么我是在捍卫美国的民主，那么希望美国的新的领导人那么是一个对全世界的有同情心有关爱的，那么具有一些菩萨心肠的，有些慈悲精神的，那么具有关心他人的领导能力的这么一个领导人。
所以呢，我知道，在我最困难的时刻，在我最孤立的时刻，在我受到各种诽谤了，攻击的时刻了，那么我总归会想到了，我觉得我这是在做达赖喇嘛教导我该做的事情，所以呢，我能够就是坚守下来。而且我也觉得呢，我之所以能够在非常黑暗困难的时期呢，我可以不断的前行呢，没有迷失方向了，因为我是看到了达赖喇嘛的光芒了，达赖喇嘛的光芒是在指引我的。所以呢，我最后结束了，我就想引2段话了，来就是讲一下我过去了念记着达赖喇嘛的教导，那我的一个感受。那么一个话呢，就是我想到就是印度的这个博伽梵音里边呢，印度的主神Krishna， 或者是汉传翻译叫师地。那么师地呢，对这个王子阿琼那了，那么这样说了一句话，叫其无踌躇，暂息正中圣乳之敌。所以呢，我总是呢会想的就是说，我们在关键的时刻呢，为了捍卫我们的这些基本的价值观，为了就是捍卫了整个藏传佛教的教导了，那我觉得我们必须呢就是要就是在关键的时刻呢，必须要的冲向战场了，那么去赢得这一个就是战斗。那么我觉得呢，那么我做了，那么这一点呢，那我觉得我是做的事情呢，我是认为呢是让我的老师呢是会喜欢的事情。那么在这里边呢，我最后想引外另外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呢是圣经里边的一句话，因为我知道了达赖喇嘛呢，那么他从来呢不想去传教了，要把其他的教派的人呢全都归依成就是佛教徒。那么他是尊重各种宗教的，那么他也是会非常尊重你，如果是基督徒、天主教徒，或者你是穆斯林，你信圣经，你信可兰经，或者你犹太人信旧约等等Torah， 那么他都是会非常尊重的。所以呢，我就想给大家呢就是引用这么一个圣经的一个话了，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了，就是达赖喇嘛呢，他的教导呢，其实是超越于整个就是具体的宗教的。那么它是一种可以超越宗教的一种教导。那么所以我想引用一句话，那么圣经里边呢，提摩太后书里边讲了一句话了，那么他就讲到，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么我想引用圣经这一句话了，我想向达赖喇嘛尊者了做一个汇报。那么我觉得呢，我在过去的就是1年呢，我守住了我受的教育。那么所以在此呢，那么我想给大家分享我对达赖喇嘛的理解和对达赖喇嘛教导的这么一个体悟。那么同时呢，我在此呢真的是想表达我对尊者达赖喇嘛的思念之情。那么念想到现在冬天呢，那么已经来临，尤其是达兰萨拉了，那么它的主要的生活的来源呢，经济收入呢是要靠游客和香客的。那么但是呢，在新冠疫情下呢，印度呢基本上呢已经关闭了国门，所以呢达兰萨拉山城呢现在是确实是生计了，那么陷入某种危机所以我真的是希望呢达赖喇嘛尊者和他率领的藏人呢在流亡社区呢能够就是安全，那么能够就是健康，能够在这次大瘟疫中呢能够健康的生存下来。同时呢我也希望呢全球的国际社会了能够在这个时刻了能够经常了能够想一想全世界的其他国家尤其是贫穷国家还有就是流亡的这些各种难民，那么他们的这个处境希望我们有真正的有慈悲心呢，能够想到生活在达兰萨拉的流亡的藏人我们能够做一些微薄的各种方式的努力了，能够对他们呢进行帮助，进行关心。好，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